呢段練習邀請你走入樹木之間，你可以暫時放低自我，感受成為一棵樹嘅狀態。你可以喺任何有樹木嘅地方進行呢個練習。如果你使用耳機，建議你關閉降噪模式，讓環境聲音成為練習嘅一部分。選擇一個安全、舒服，可以停留一段時間嘅位置，最好靠近一棵你鍾意嘅樹。我哋維持站立姿勢，如果可以，歡迎你赤腳踩喺泥土或者草地上面，直接去感受大地。而家，請合埋雙眼，雙腳穩定企喺地面，膊頭放鬆，雙手自然垂低。深吸氣，感受空氣中嘅氣味、溫度，甚至濕度。慢慢呼氣，放鬆身體，感受地心吸力。而家自然呼吸一陣間。你係呢個自然環境中嘅一份子，幻想你嘅雙腳係強壯嘅樹根，穩定抓住土地，細心感受大地帶畀你嘅感覺，佢嘅觸感、溫度、濕度、硬度，甚至細微震動。隨住呢啲感覺，水分同養分沿住根慢慢向上流動，送到去你內在。每一下呼吸，吸收養分。你嘅身體係粗壯嘅樹幹，而你嘅脊椎係樹心，有力咁支撐住你企喺度嘅姿勢。力量由根部升起，經過身體，一直延伸到頭頂。每一個呼吸，自然生長。你嘅皮膚係樹皮，感受空氣喺表面嘅流動，感受陽光、陰影、微風、溫度嘅變化。無論有咩感覺喺你樹皮上出現，你只係需要安靜觀察感覺嘅升起同消失，唔使做任何反應。每下呼吸，感受流動。
你嘅雙手係樹枝，向四方八面伸展。你嘅手指同毛髮係樹葉，感受陽光照落嚟嘅溫度，一股溫暖嘅能量沿住枝葉傳送到你嘅核心。每下呼吸，接收能量。將注意力放到當下，聆聽周圍嘅聲音，可能係動物叫聲、植物擺動嘅聲音、遠方傳嚟嘅環境聲，甚至係自己嘅呼吸聲。用你嘅意識感受存在喺同一個空間嘅樹木同植物，你哋一齊分享陽光、空氣、泥土，感受你哋嘅根喺地下交織、相連，默默傳遞訊息同養分。感受自己成為森林嘅一部分，享受同樹木融為一體嘅感覺。呢一刻，你只需要專注呼吸，安靜、穩定、自在。你嘅站立找緊泥土，你嘅身軀提供棲身之所。你嘅呼吸轉化生命能量，你嘅存在滋養萬物。再一次吸氣，以成個身體感受當下；呼氣，以你嘅存在滋養萬物，然後請繼續以樹嘅方式自然呼吸一陣。而家你可以延續呢個樹嘅練習，自然呼吸，或者用自己嘅節奏返到日常，輕輕喐下手指，搖動一下雙腳，再慢慢打開雙眼。自然沉浸嘅練習到此。願你享受同環境連結嘅純粹狀態。